財富局同埋上金所簽訂一個合作協議啦。咁我哋都係希望強強聯手咧，一齊去促進翻我哋香港同埋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同埋黃金市場嘅一個協同發展嘅。咁呢個都係咧我哋建設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黃金交易中心一個重要一步。咁我哋同上海黃金交易所嘅合作咧，主要係有兩方面嘅。第一方面咧係建立高層次嘅協作治理嘅架構。咁其實我哋已經咧係成立咗由政府全資擁有嘅香港貴金屬中央結算系統有限公司，簡稱叫做港金結算公司，將會由我係做呢個董事會嘅主席啦。咁上海黃金交易所嘅代表咧係出任副主席嘅。上海黃金交易所嘅代表咧係將會具體咁樣參與我哋香港黃金中央清算系統嘅準備、規則嘅制定，同埋咧係機構認可呢啲方面嘅工作嘅。咁就系統建設同埋風險管理等咧係提供專業嘅意見。咁滬港咧將會攜手去推動呢個結算平台嘅高效建設，並且咧係同國際接軌嘅。咁第二方面嘅合作元素咧係要開拓我哋喺實物基礎方面嘅設施協同，以及咧係市場嘅互聯互通嘅新路徑。我哋咧會同係上海黃金交易所一齊咧去探索依託佢哋嘅實物倉儲管理體系，為我哋香港本地同埋國際市場參與者咧係提供呢一個實金嘅存儲嘅服務，亦都會咧係積極去推進兩地黃金市場更大程度嘅互聯互通，目標咧係構建一個真正一體化、高效、開放嘅一個黃金生態圈嘅。